接把下来看的是客家100内里报道的教育片，讲到客人过从事教育，有的人过调位讲到的理的，如讲凤林出高中，闽农出博士，花莲凤林讲是高中没土清过的客家中，佮有一撮过来的日本书的。佮下路有嘅高中学生，规建做高中梦工厂，有120年高中嘅建界同世界。然后民农农拜因为中研呢，故说经济规范用，农民有能力本身人呢继续读书，有搭农工提建新呢，好生嘅路过3万嘅读书哦，也因为安呢，有过多嘅教育人才培养出来，更加亦能行喺为台湾教育来付出。花莲县凤林镇嘅亚间高中梦工厂，本单系日本时代嘅高中学生，因为动表无证，民国93年文件为老记账号，含土地都摆出对日本时代都亚下112年嘅凤林高中嘅小记同时节，也系人工系凤林铁英客家高中嘅总启动。第1946年，为凤林子弟重办体验中学凤林初中。本届当时的凤林后生嘅，唔是去到花莲市土中学，就做嚟土家乡完成成行嘅梦想。创办这凤林初中，佢很不止咁樣，佢就是鳳林教會基本係我講創辦嘅鳳林基督教會是咁樣，家下可能是。还冇发展哈，俺其实那个是可以去这个状样的。凤林亚洲市镇每一位培养嘅8万嘅高中，得到高中志向嘅好名声。除咗有总启龙同凤林3万啲嘅推广教育以外，凤林采提为按从事教育，咪系受到客人传统嘅港土观念影响。客家嘅祖先都然后客家嘅子弟。留下来嘅话係咁樣講，做人要做一等人，忠誠好志，做事要做兩件事，讀書耕田。所以就講鳳林嘅青年，細年嚟講都上3萬讀書。也嘅形容係啲鳳林112年嘅高中名單裏嘅廖國賢。12年前對花蓮市民意會就退休過後，就喺高中夢工廠做志工。佢特別講到，喺高中夢工廠背後嘅野草建設田，係認真客人見下知識嘅供養來起嘅。佢相信講啲屎那個小啊，就會變到鹽，個鹽都填當去哦。一天每啦文創啲咁講，我保護了就愛惜文史嘅學生。保佑佢下一輩考試考得好，也是那個建設田嘅文化。花蓮出高中，闽農出博士，也激發傳到大家都啲嘢。闽農博士會按到同闽農發達嘅中研嘅產業有關。有研上好名聲嘅闽農，1937年對日本引進中研嘅產業，佢當時一家鹽田一年賺得到42萬元。按道嘅從日本採提鹽農有能力本身人嘅好嘅教育環境，唔過延續三咪係農民因為嘅最辛苦嘅一項產業，故所採提嘅農家自提名因為只有讀書將會變到冇窮用。你選個個是隻雖然辛苦工作。佢嘅事業唔會差個培養自己讀書，嗰陣人都會感覺哦，一種一生人要做一種勞動工作都唔係辦法，嗰個會夾性去讀書。花蓮縣鳳林細細嘅所在，出嚟8萬嘅高中，高雄民農出嚟一群博士，可能出8年來，台灣有眾多高中博士嘅所在都喺客家中。雖然也下鳳林鎮愛生活幾幾無從幾當時很困難呢，民農中研嘅產業未強嘅冇睇的，唔過啲高中夢工廠地度，還係有退休高中熱心做志工，民農博士嘅技術喺各県大學做線上教書，為台灣教育付出，認真嘅8年來行人傳承同從事教育嘅美德。
新闻中国县番茄上王子涵综合报道。